继续特别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，下早来到苗栗，头一站就是竹南的龙凤宫。因为支持者热烈甲欢迎，韩国瑜讲话时嘛批评到总统蔡英文新南向政策，针对到民调即马输面较大，韩国瑜嘛讲得民心会当得天下，啊若是得民调是无法度得天下。咱来听韩国瑜详细的讲法。谢谢我们龙凤宫主任委员，我们陈超明立委。 以及龙凤宫所有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委员，还有湾徐志荣徐委员，我们徐县长、刘前县长、钟议长、李副议长，还有各位我们苗栗县所有的议员代表、里长，还有各位所有的乡亲镇长，还有各位乡亲，以及刚才让我非常感动的我们民进党的蔡议员，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，各位辛苦的警察同仁，大家早安，加油！ 今天到苗栗龙凤宫，我们来拜妈祖，全台湾最大的坐姿的妈祖，从清朝道光年间就设立。陈朝明主任委员，也在宫跟这些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，一直在地方宗教事务参与、奉献以及投入，在感动呢，非常感动。拜妈祖，我们祈求平平安安。 我们知影龙凤宫陈主委跟各位委员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一直在关心我们苗栗地区的弱势族群，得到很好的风评，所以今天来龙凤宫参拜，心里面充满了感动。特别谢谢陈超明主委以及各位管理委员会的委员，咱台湾社会也在和谐美好，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群热心的人默默的奉献。 为的宗教事务，为的一些其他的相关事情，让我们台湾社会更美好。多民进党蔡员工这，其实我的感慨很多。但给你撇开政治脉动，把政治拿开来，其实全台湾人2300万人都在一条船上。今天没有蓝绿，没有意识形态，没有你我的分别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 今天中华民国三公真的风雨飘摇，前途是非常的辛苦。中华民国面临到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想并吞中华民国，内部呢，民进党无时无刻不用台独想要并吞中华民国。所以今天来苗栗，听到蔡元讲这个话，让我勾起了我的想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国号之下，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，